我嘅新頻道歡歡隨意門就嚟開台啦。點解叫做隨意門？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叮當啦。呢一道門咧，能夠帶我哋自由咁樣去到我哋任何想去嘅地方，睇我哋咧想睇嘅風景。而喺呢個頻道裏邊咧，我亦都希望能夠打造一道門，屬於你同我嘅隨意門。推開佢，我哋可以深入香港嘅街頭巷尾，亦都能夠放眼世界嘅廣闊天地。喺呢個屬於我哋嘅對話空間之中，從複雜嘅時政法律拆解，到貼近你我嘅民生大小事，從周末閒遊嘅輕鬆趣事，到旅遊中嘅所見所聞，我都會同你哋一齊發掘生活嘅美好同埋神奇，一齊睇真啲，行遠啲。我會繼續秉持公正啦、持平、客觀嘅視角，促進理性、包容嘅對話同討論。喺呢一度，你嘅煩惱我會細心傾聽，你嘅心聲我會為你傳達。讓我哋一齊開啟呢個全新旅程，為香港探索更多美好嘅可能。